来看这中华溪湖半暝要2点的时阵呢，一栋5楼的透天厝着火烧，内面有一个102岁阿嬷，伊是走白户，落尾不幸过往。那大做伙后生是砸着伤，人已经出院了。这着火原因搁要调查。救护车赶到位，赶紧将受伤的民众送去病院。中华溪湖镇伫初八半暝晚2点的时阵，一栋5楼高的透天厝伫1楼的一间房间熊熊发生着火。消防局出动12台拍火车、3台救护车前往救援。一位102岁时大走背户，找到人的时阵已经无喘气。起火的位置为1楼，阿嬷受困的房间是在1楼。那我们消防员立即布线及入室，将阿嬷救出，给予 AED。卢卡斯等急救处置，后送彰化医院。火灾现场房间的窗仔拢予大火熏甲乌麻麻，玻璃嘛拢破去。火灾调查人员伫现场来回采证，人住伫台北的后生接到消息嘛，透暝赶转来中华了解状况，表示弟弟平常时拢困伫楼骹照顾100岁的妈妈。着火的时阵，弟弟甲救走出来，人无啥要紧。困楼骹，困伫个边啊，风雨啊，当时啊人不咧洗啊，小弟。伊后生在讲，惊紧啊，怎要出院啊？我外省大概4点外起来，我5点就到这，就暗搓搓无看半行啊，无人拢走走。消防局表示，这场火灾造成一位102岁民众过往，甲一位60岁民众遭着伤，轻伤的民众目前人已经出院，详细事故原因也阁需要调查。消防局嘛提醒，最近早较凉冷，袂少时段会用电炉加电烧炭保温暖，爱特别注意这种高功率的电器，莫插烟灯线，爱甲交着火物件保持1公尺以上的距离，避免使用无正确引起火灾。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。